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14，咱做伙来读耶利米书第5章到第8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5章，伫行头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四界探听，伫城门口找，看会当找到一个行公义、追求真诚的人也无。若有，我就要赦免这个城。因虽然其活活的上主咒詛，毋过因咒的诅是假的。上主，你兼毋是伫找真诚的人，这个城的人，你拍因，因毋知听；你毁灭因，因毋肯受教。因固执硬心，毋肯回头。我想，因是善者无知的人民。因毋捌上主的道路，毋知上帝的命令。我就去找有权势的人，甲因谈论。因应该捌上主的道路，知因的上帝的命令。哪会知因竟然讲长大，偷开锁，无要顺服上主。所以树林会使回来甲因吞食，野外的豺狼回来咬死因，城外的霸地长等因。老人出城一定受拆喙，因为因不时违背上主，对上主不忠的事算袂了。上主讲：我若着赦免恁，恁的囝儿放杀我，佮其家臣咒詛，我互因巴掌，因煞去惊人，规阵去家己儿女的厝。因亲像饲饱起痟的马，厝边的某好时仔。因做这的事，我兼毋免办。亲像这款国家，我兼毋免报复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恁着去毁坏伊的葡萄园，毋过毋通甲因毁了了，干焦错伊的基，因为因无属伫上主。以色列家甲犹大家完全背叛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以色列毋承认上主所讲的话，讲上主袂做甚物，袂讲再现，袂互咱拄着战乱，也是饥荒。先知的教示不过亲像一阵风，上主的话无伫因内面，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对我讲：因既然安尼讲，我要互我放伫你喙内话真做伙，互这人民真做柴，火要甲因烧掉。上主讲：以色列人，我要互一个国家对真远的所在来攻击你。这个国家真强，历史悠久。因的语言恁毋捌，因讲甚物恁听无。因拢是强猛的战士，因的战地亲像拍开的梦，会当射死真侪人。因要甲恁的五谷甲米粮食了了，吞灭恁的后生查某囝，佮吞食恁的牛群羊群，将恁的葡萄甲无花果食甲拢无剩，佮用刀剑毁坏恁所挖靠坚固的城。上主讲，就是到迄时，我嘛袂甲我的子民彻底毁灭。因若问上主，阮的上帝是安怎甲阮做这代志？你着甲因讲，既然恁放杀我，伫恁家己的土地服侍别个神明，恁嘛要亲像安尼，伫毋是属恁的地服侍外族人，着甲哪个后代传播，甲犹大的人民宣布：恁这个戆佮无知的人民，着注意听。恁有目睭，毋过看无；有耳孔，毋过听无。上主讲：你毋惊我是无？伫我的面前袂惊吓，摇摇出是无？我用山甲海设永远的界限，互海袂当超过，海涌破来破去，凊悬嘛袂当搬过。毋过，这个人民固执，侮辱我，背叛我，离开我。
因心内拢无想，咱着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伊照时使春林秋雨予咱，搁甲咱定修行的规则。恁的罪过煞互丰富失调，恁的罪孽互恁袂当得到福气。我的主面中间有歹人，因亲像掠鸟的人埋伏长等，设外头要掠人，因规厝间拢是鬼诈，亲像鸟笼仔内拢是鸟，所以因好野搁有势，因翁搁赤子做真歹代，因无替孤儿伸冤，嘛无替善食人主持公道。上主搁讲，因做这事，我兼毋免甲因办，亲像这款国家，我兼毋免甲因报复。恐怖惊吓的事竟然伫这个国家发生，甚至讲假信息，这是人权。我的子民嘛意爱安尼，审判到的时，看恁要安怎。第六章，便雅悯人着得命，赶紧走离开耶路撒冷，就伫提哥亚分扫角，伫别哈基林起火焚做信号。灾难甲严重的毁坏对北方迫活来啦。色安虽然亲像水搁幼秀的女子，毋过我要甲你毁灭，亲像牧者带羊群，列国的君王要带军队来，伫这个城的周围杂营攻击伊，因要下令准备出阵。来，趁中昼，咱来去甲因攻击。有人会讲，真恶，日头都要落山，都要暗啦，起来，咱着透暝甲攻击，毁坏因的堡垒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恁着插树仔，做土堆，攻击耶路撒冷。这个城充满欺压、剥削，应该受刑罚。钱安怎呛水出来？这个城嘛同款，罪恶灌满，规个城拢会当听到暴力甲毁坏的声。我嘛不时看到城内有病痛甲伤痕。耶路撒冷，你着受管教，才免我甲你疏远，互你变做荒废无人住的所在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以色列所剩的人拢会互人掠去，亲像葡萄互人挽了了。你着亲像挽葡萄的人，手搁伸入去葡萄田，甲挽互清去。我应讲，我若甲人传达你的话，甲人警告，敢有人要听？因甲耳仔踢起来，无要听。因将上主的话当作耍笑，一丝仔拢无爱听。毋过我满腹拢是上主的生气，挡袂牢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你着将我的生气摒伫街路的囡仔甲规群的少年人身上。遐阿某、老人、当火烧的，拢会互人掠去。我要互因的厝、田园甲因的某，拢变做别人的。我要亲手攻击这块土地的居民。”上主安尼宣告。因对上卑微的到上有权势的，拢肖像不义之财，连先知甲祭司拢行为诡诈。我的子民受到伤害，因拢无晓无紧。因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其实拢无平安。因做可恶的事，减在见效。因实在有够袂见效，因为亲像别国的人，互对敌害死。我甲因刑罚，因会完全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伊的子民讲：恁着伫路里注意观察，甲人问古早的路，看迄条上好的路伫倒位，就去行。安尼，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
毋过因讲，阮无要行迄条路。上主阁甲因指派守望的卫兵，叫因着听扫角的声。毋过因讲，阮无要听。所以上主讲，列国啊，听咧，见证人啊，着观察，看因会拄着甚物代志。大地啊，听咧，我要互这人民受灾难，这是因干干鬼鬼的后果。因毋听从我的话，拒绝我的律法，因恨示巴的女香互我，带真远的所在出产的冲破来互我，我则无得稀罕。恁的烧化祭，我无要接纳；恁的成礼，我无欢喜。所以我要甲跋骹石下伫这人民的头前，互爸甲囝做伙跋倒，互厝边甲朋友拢袂亡。上主安尼讲。有一个民族要对北方来，有一个强的国家对真远的所在准备要出征。因夜惊夜抢，残忍无情，因的声亲像海涌哗哗吼。色安的子民啊，因骑战马，团结同心，排阵要攻击你。耶路撒冷的子民讲，阮听着因的消息，手拢软落去，阮非常痛苦，亲像产妇在催顿。毋通出去野外，嘛毋通走去街路，因为一世界有武装的对敌，拢真恐怖。上主对伊的子民讲，着穿满衫衫恢复，着亲像死孤儿大声哀哭，因为残害性命的为妇人来攻击恁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，我要互你伫我的子民中间，亲像鉴定师，亲像考察官评判考验因的所做，因亲像铜甲铁遐尼固执背叛我，造谣惹代志，规个腐败了了，人大力摇风贵，炉的火倒搁较严，甲烟烧羊。练了个练，毋过拢无采工，因为因的邪恶拄袂尽，亲像烟的杂质扬袂掉。因为互人叫做无价值的云，因为上主已经甲因迄等下角。第7章，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讲。你着去徛伫上主圣殿的门口，宣讲这话。所有入来敬拜上主的犹太人，着注意听上主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着改正恁的言行举止，安尼我就互恁住伫即块土地，毋通相信遐个白贼话，讲这是上主的殿。这是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伫遮安全啦。恁若实在改正言行举止，伫人甲人的中间实行公平正直，无欺压假古的厝外人、孤儿、寡妇，无伫即个所在谋害无辜的人，无拜别个神明，无甲家己惹祸端，我就要互恁永远住伫我赐互恁的祖先徛起的即个所在。恁看，恁竟然相信遐个无路用的白贼话，恁若会用伫头体、谋害、奸淫、酒假蛇、甲巴力烧香，去对恁毋捌的神明，过来即间奉我的名起的圣殿敬拜我，讲阮有救啦，通继续去做遐个可恶的事，即间奉我的名起的圣殿，恁甲伊看做土匪仔窟是无？恁着知恁伫做啥？我拢有看着。上主安尼讲，恁去示罗看觅咧。古早我伫遐设立敬拜我的所在，毋过恁着去看。我因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罪恶，安怎对付
迄个所在。现在恁做遮个代志，我一再甲恁劝诫，毋过恁拢毋听，甲恁叫恁嘛毋应。所以，我要亲像对付示罗安尼毁坏即间恁所挖靠、奉我名起的圣殿，以及即块我赐予恁甲恁祖先的土地，我嘛要甲恁对我的面前赶走，亲像以前我将恁的亲族以法莲的后代赶走相款。你毋免为着即个人民祈祷，毋免为着因大声哀求，嘛毋免替因对我恳求，因为我拢无要听。你敢无看到因伫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在创啥物？囡仔抾茶，老爸点火，老母炒面粉做饼，献予天父，佮甲别个神明献奠酒祭，雕工惹我受气。上主讲，其实因毋是伤害着我，是伤着家己，害家己见笑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将我猛烈的生气摒伫即个所在的居民甲动物身上，以及残野的树木甲土地的出产。我的生气会亲像大火在倒，无人拍会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献祭时，做恁将烧化者的肉掺做伙食去。我带恁的祖先出埃及的时，我毋捌对因提起烧化者甲其他的祭事，嘛毋捌命令因着安尼做。我简单甲因命令即项事，恁着听我的话，行我所命令恁的路，我就要做恁的上帝，恁做我的子民，通互恁事事顺利。毋过因毋听叹，毋注意听我的话，反倒照因邪恶的心固执背叛我。毋若无改善，颠倒搁较歹。我对恁的祖先出埃及到今仔日，我一再派我的仆人先知去因遐，毋过因犹原毋听，毋注意听我的话，颠倒疑心固执，比因的列祖做搁较歹的事。耶利米，你着将遮个话拢甲因讲，毋过因毋听，你安怎甲因叫，因嘛袂甲你应。你着甲因讲，恁即个民族毋听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毋肯受教示，恁中间无阁有真实，恁的喙连一句诚实可靠的话拢无。耶路撒冷啊，着剃光头，甲头毛迄角，着伫树仔错了了的山顶唱哀歌。上主已经将惹伊生气的世代放煞啦。犹大人民做我看做邪恶的事，伫敬拜我的圣殿采可恶的偶像，甲即个殿拍拉山。上主安尼讲，因伫希伦啊山谷去德菲特的山头段，烧因的囝儿献做祭。我毋捌命令因做即款代志，连想拢毋捌想过。恁着知，时日一个到，迄个所在袂阁叫做希伦之山谷，也是德菲特，要叫做多萨的山谷，因为别位无够所在埋葬死人，因为伫德菲特埋神尸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即个人民的尸体会成做空中的飞鸟甲地上的野兽的食物，无人来甲因赶走。迄时，我要互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完全无欢喜快乐的声，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，因为即个地要变做荒铺。第八章，上主讲，到迄时，人要将犹大的诸王、官员、祭司、先知以及耶路撒冷居民的骨头对墓里摕出来，
迄伫日头月亮星辰的下面，这个天体是遐个人生前教义服侍军队卜卦拜拜的。遐个骨头无人为阁甲因捡起台，画伫裤骹诚做肥料。这个社会民族剩落来的人，伫我甲因流放去的国家，无想要阁活落去，宁可死。上主万贯统帅安尼宣告。上主吩咐我对伊的子民讲：人跋倒，兼无要爬起来；人行毋着路，兼无要活倒转。恁这耶路撒冷人是安怎？恁一个对我不忠，就一直背叛我。恁若固执爱欺骗，毋肯反悔。我注意甲因听，因拢无讲实话，无人为着家己所做的歹事反省讲，我哪会做即款歹代志？因逐个人拢捨去行家己的路，亲像正马冲入去战场，空中的鹤知影照规则牵线。放假、婴仔、甲暗，嘛知通照时间刷位。我的子民竟然毋捌上主的命令，恁哪会讲阮是有智慧的人？我有上主的律法。其实律法教师已经用因白册的文笔歪曲律法的意思。遐有智慧的人会拄着见效，会惊吓，会受审判。因弃杀上主的话，哪有什么智慧？所以我要将因的某互别人，因的田园互人占去。因对上卑微的到上有关系的，拢肖想不义之财，连先知甲祭司拢行为诡诈。我的子民受着伤害，因拢无要无紧。因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其实拢无平安。因做可恶的事，减知见效。因实在有够袂见效，因为亲像别国的人，互对着刣死。我甲因刑罚，因为完全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互因拢无收成，葡萄树无生葡萄，无花果树无结无花果，树叶拢焦焦去。我互因的拢无去啦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人民讲：咱若要坐伫遮，咱着烧招来去坚固的城，死踮遐。上主，咱的上帝注定要甲咱消灭啦！伊要互咱啉苦水，因为咱有得罪上主。咱期待和平繁荣，毋过逐项拢无顺利。期待医治的机会，毋过惊吓忽然来到。正马砰砰吼的声对单传出来，勇壮的马咻咻叫，大地因为因的声震动，对着来要毁灭这块土地甲地上所有一切，吞灭这个城镇甲内面的居民。上主警告伊的子民讲：我要派袂当用法术控制的毒蛇去恁遐咬恁。我伤心甲无药通医，我的心神虽然强要昏去。听我的同胞哀叫的声，对真远的所在传来。上主减无伫锡安，锡安的王减无伫城内。上主讲：你是安怎拜雕刻的偶像，拜外邦父母的神明，也我想去。我的同胞讲：修行已经过，热天已经结束，毋过阮还未得到解救。我因为同胞受毁灭，心碎去。我非常悲伤，惊吓失神。今日减无女乡，遐减无医生，我的同胞哪也未得到医治。咱今太圣人节伫耶利米书第5章到第8章。